进前，丰台丹那是伫咧家己关系，隆总甲6个拄风池的供电厂全部拢扫了了。其中有2搭是共一个业者咧经营，前几工才因为清供电帮清了上万，去罚600万。结果即马跟他确实为着要省处理的成本，直接甲这供电帮甲加互喙，恐惊是会去污染到周边的产地。这业者也互依照废清法，搁再来开发。 满满的光电塑胶铺网，本地业者向大塘租的土地，因为铺网重用轻、体积大，再运成本相对悬，业者依序省成本直接伫现场用破碎机来拍碎。18号来巡视的环境部长潘启明看到，直接照违反废清法开发。像这样的话，就是违反废清法，这个一定要开罚。那有困难一定要提出来，提出来之后，我相信嘉义县政府会给他们一些建议，他处理，因为这个是属于事业的。 他们自己去经营，他们自己要负担这个责任，不能够往外拖。这是第2个新增地方地的供电案场，但那是丰台地家己关摧毁6座地方地供电案场，其中新增甲核保署案场是共一个业者经营，进行了因为清理进度伤过慢，2摆被罚600万。想要讲即马个野厝就地破碎铺网，互当地人烦恼塑胶废料会污染农地。 之前已经有洪水案，虽然后来证实是那个腐殖质的主要影响，可能还有一点点那个铁锈的影响。那但是为了不要让民众有这些疑虑，我们已经阻止他不要在现场做清洗还有破碎的任何行为。急救章啊，就随便破碎，就跟废弃的科棚一样。公部门也是交给厂商啊，厂商就把那些东西破碎，然后就沙滩挖洞直接掩埋。你要盯住厂商是到底要怎么做？ 根据关注家己供电问题，苏银添认为，政府甲业者应该研究出统计安全的处理方式，避免互供电废弃物甲废弃的蚵仔病同款。环境部表示，已经要求业者限期第19进行改善，若无改善，新增甲核保署案场会个扩罚3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